继续来看这种的状况，发生伫个苗栗，实在是伤过危险咯。一台机车竟然是坐4个人，这家长是坐伫个前座甲后座，2个人中徛一个囡仔，啊头前的脚踏嘛徛一个，就安尼4个人相在徛伫个市区，民众是经体考试，讲自细汉就开始培养危险驾驶。赛车民众看到伫苗栗的市区有一台乌托拜沿双线道伫徛，看一个真车顶有4个人，除了骑车的人，甲一个后壁的人，2个人中的椅子顶徛一个囡仔，上头前脚踏板嘛徛一个囡仔，就安尼一台车4载伫苗栗的市区伫行。这个地点伫苗栗市的光复路，依照民众表示讲，这台乌托拜是为苗栗高中驶过了后，就看到这个家长头前徛一个囡仔，椅子顶又搁有另外一个囡仔徛条咧，连档案顶嘛无拍算要互囡仔坐落的意思。有民众讲，这根本是自细汉就开始培养危险驾驶。轻型机车不得负载人员，重型及普通轻型机车驾驶人后座设有固定座位者，得负载1人。该车承载人数明显已违反规定负载1人之要件。警方强调讲，乌托拜无依照规定载人还是载物件，会当罚300块至600块，罚钱搁小可代志。迄若拄着拖胎的状况，雄雄冻点，囡仔若徛无好势，有可能发生更加严重的后果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